挑戰100日用 AI 由零開網店嘅第7日，分析完個市場之後呢，我終於叫 AI 呢幫我生成第一批嘅作品。我原本以為呢求其入幾句 prompt 就搞掂，但係結果呢，我發現自己呢錯得好緊要，因為生成出嚟嘅產品呢同埋 Etsy 上面比較受歡迎嘅風格呢好大分別，代表呢客人呢其實未必真正想要呢件產品。咁所以我開始研究到底熱賣嘅產品同我生成嘅 AI 圖分別究竟喺邊一度呢？之後呢，我就將市場上面幾個受歡迎嘅作品呢就俾 AI 分析，參考翻當中嘅配色啊、構圖同埋整體感覺，再重新呢設計個屬於自己嘅作品出嚟嘅效果呢，同第一次比呢簡直係兩回事啊！咁我終於明白啦，原來 AI 呢唔係你求其打幾句指令就會自動交出一個好嘅作品，你自己呢都要首先了解個市場，知道要啲乜，再一步一步引導個 AI， 識得點樣引導個 AI 呢先係真正最重要嘅能力啊！咁今集呢，淨係俾一張大家睇下先啦。下一集呢，我就會公開晒第一批完成嘅 Wabi Sabi 作品，再睇下呢到底能唔能夠擺上去 Etsy 度賣啦。